你知唔知我哋一直以嚟對呢個世界嘅認知，可能一大半都係錯嘅？今日我哋繼續睇奶牛的秘密生活。我哋平時喺屏幕上或者牛奶盒上邊見到嗰啲喺草地行行企企嘅牛牛，原來佢哋嘅內心世界比起好多人想象中更加精彩，更加深情。作者用咗幾十年嘅時間去觀察喺農場入面嘅牛。佢呢本書裏邊講到一隻牛叫愛麗絲，佢生仔嘅時候唔係隨便揾個位，佢識得揾一個最隱蔽、最安全嘅灌木叢後面，而佢媽媽呢，竟然識得喺呢個時候返埋喺佢身邊幫佢照應啊，就好似我哋人類坐月阿媽咁啊！呢種跨代嘅同理心，邊個話牛係冇感情嘅肉類供應源啊？有陣時我哋會講每個人都係 unique 嘅，牛其實一樣。書入面有隻公牛叫做傑克，佢唔係我哋想象中嗰種橫衝直撞嘅公牛，佢非常溫順，甚至有啲奇怪，佢竟然鍾意聞車嘅廢氣。呢個細節話俾我哋聽，每一條生命都有好奇怪嘅愛好。當你將一個群體簡化做一個 label 嘅時候，就失去見證生命奇蹟嘅機會。所以呢本書教我哋嘅唔單止係關於牛，而係關於連結。牛媽媽會教小牛邊啲草好食，會教佢哋點樣同人類保持距離，又互相不侵犯。佢哋嘅社會結構其實係一個充滿愛同傳承嘅社群。下次當你經過農場或者睇到啲動物嘅時候，試下諗下佢哋背後嗰份秘密情感。3個行動建議： 1. 練習去標籤化觀察，喺日常生活裏邊試下觀察身邊嘅人或者動物，唔好直接用老闆啊、下屬啊或者寵物去定義佢哋，試下揾出佢哋嘅獨特小習慣。2. 重視非語言嘅連結，牛透過眼神同陪伴去傳遞愛。今日試下放低手機，同你關心嘅人純粹坐埋一齊，感受嗰種無聲支持。3. 保持對自然嘅好奇，揾一個週末去郊外，唔好趕行程，試下用15分鐘觀察一下身邊嘅植物、一隻昆蟲，重拾嗰種被我哋遺忘咗嘅觀察力。多謝今日收聽呢集讀書日誌。如果今日關於牛牛嘅故事對你嘅生命有咗新嘅睇法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將呢一集 share 俾一個你覺得需要溫暖嘅朋友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